好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 FT Teddy 嘅頻道啦。咁今日係2026年嘅3月10號晚上嘅9點半啦。好，今日主要都係睇一睇返 Bitcoin 嘅盤面咁樣嘅。咁早喺前3到4日啦，咁已經 hit 到一個好高嘅位置啦。咁呢一家就去到9號嘅時候，Bitcoin 又喺曾經嘅高點73,000位回調返落去，約莫65,000嘅位置。咁上一條片我都有講過，就係話Bitcoin 當 hit 到一個呢個 TP1 Trading Point 1嘅時候，其實佢會一個機會就係會回調返嘅。咁亦都係啦，又作出一個回調啦。咁亦都係有 hit 到係我曾經有講嘅位置。咁好可惜就仲有少少先係去到我嘅一個限價單嘅買入位置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嚟緊都仲會有一啲更加多嘅交易可以重新再入場嘅。好，咁開個交易俾大家睇先。好，咁可以喺呢度睇到啦，我一啲價格運轉嘅單啊，咁可以見到我呢一個位置又喺65,600呢個位置度重新有掛入2張嘅限價單咁樣嘅。好，咁可以睇返我嘅呢一個位置，其實 Bitcoin 曾經嘅最低點啦，OK，咁約莫係65,618，係啊，咁啊仲差18美金啦，咁先 hit 到買價買單嘅，咁所以其實係有少少可惜啦。咁不過都唔緊要，係咁啊，小事嘅。咁啊，最緊要就係依家個盤面又比較尷尬，就係當佢 hit 到 TP1 之後啦，全部 on 之後，咁佢呢度有一個重新嘅再咗一個高點啦，OK，新嘅叫做中轉嘅點位。咁啊，希望呢一個回調咗第一次之後，再重新彈翻上去嘅呢一個位置啦，OK 嘅下一個點唔會即係再回調一次啦，佢唔會低過呢個60,600，咁就最理想嘅一個向上升嘅狀態啦。並且同時再次突破呢個73,000啦，咁就開始建立咗一個叫做做 long 嘅機會咯，即係圖表嘅宏觀啲嚟睇，就開始做翻向上嘅一個形態啦。咁但係如果佢呢個地方啦，OK 呢一個位置，如果佢唔再向上做過一個新嘅突破，即係唔再高過呢個71,000呢個位置咧，而反而重新去嘗試掂，比如話64,000啦，甚至乎62,700點呢位置咧，其實就比較悲觀嘅。係啦，比較極悲觀嘅。咁當然啦，最理想就可能係啦，回調到65,000上下再磨多一陣啦。咁其實就向翻上，即係向翻上嘅一個走勢就會比較理想啲，做一個嘅交易啦，即係咁樣嘅，即係落翻去啦。OK，咁之後就再次向上翻觸及，並且突破咗呢個前高點73,000啦，去再test 我呢個叫 TP2 嘅一個關鍵啲嘅位置啦，76,000啦，咁就一個比較理想嘅做多做 long 嘅形態啦，係啦，咁啊希望市場啊如我所料啦，係啦，咁所以呢家比特幣都係或者唔應該咁樣講，應該話甚至成個幣市啦，成個 crypto 嘅 market 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好尷尬嘅位置，即係都係唔上唔落啦。咁其實都已經呢個情況都出現咗大概成1個月啦，呢個成個月準備應該第2個月甚至乎第3個月都唔係咁理想嘅雙形狀態啦。因為可以見到其實由呢一度開始，呢個成個 area 都係處於緊一個嘅上下磨緊嘅雙形狀態咯，所以如果想話做多或做 long 或者做 short 嘅朋友仔，其實都係比較煎熬嘅，因為其實佢一直都冇俾一個相對明確嘅方向咯，係啊，咁去到一啲突破一啲關鍵啲嘅位置，其實佢先至會做一啲比較大嘅劇烈波動，譬如話
係啦，都係 TP1 啦、TP2 呢個位置，甚至乎一啲指示位呢啲比較關鍵位置。反而佢喺中間其實都冇乜必要做一個操作。係啊，咁啊嚟緊啦，可以睇一啲比較關鍵啲嘅位置啦。係繼續都係呢個藍色 area 啦，同埋呢個綠色 area。呢兩個 area 中間嘅呢個交界其實係一個叫做呢個係啊，叫做 juicy 嘅位置，呢個叫做係啦。咁未係好解釋，即係因為我呢家拍片都未一直好解釋到呢啲位置係咩嘅。咁啊之後再有人想了解先再講咯。但係呢兩個 area 中間嘅交界其實就係比較一個理想嘅入場位置咯。如果做 long 嘅話，做 short 嘅話就可以嘗試下喺71,500到800呢個位做一個嘅交易咯。呢個 area 可以嘗試下嘅。如果做 short 嘅話，即係建議咋，即係就未必係一個咁100% 嘅一個例子。咁可以嘗試呢個位置做交易嘅。係啦，咁呢個高點出完嚟之後，咁重新再上去踩呢個點，咁啊止蝕都要做翻啦，73,500啦，咁就捉翻一個向下嘅做 short 嘅位置。咁如果係嘗試做咗，可以嘗試喺呢個位置咁樣做啦。OK， 大概呢度係咁啊，止蝕就先喺呢度啦。咁target就寫喺呢度，差唔多。咁可以嘗試下捉咁樣做嘅。咁啊入場位可以見到71,200呢個位置，就止蝕就73,500啦，盈利點啊65,000幾，咁都捉到成6,000幾個點。咁如果做空你可以嘗試下咯，咁就係再睇市場情況咯。因為呢家其實都唔係咁好判斷個市場嘅走勢，最多都可以預測佢大概可能想向上向下，但係明確啲方向其實市場都未俾到一個答案。再加上呢家地緣政治太激啦，係咁啊，今日 Bitcoin 嘅週報啊，逢禮拜三應該會之後都會穩定出一波噶啦，係咁啊，逢禮拜三啊，咁啊大家再討論下啦，咁啊。咁講下我呢家嘅 demo account 嘅trading view 嘅走呢家個盈虧比啦。OK， 咁啊照舊啦，都係10萬蚊半。咁啊之前就買 sold 咗2粒啦。咁啊喺呢個第一個 TP1 嗰度實現咗啦。咁啊買2粒，咁啊 profit 咗13,000美金啦。咁就2個 Bitcoin 未做一個嘅平倉嘅。咁依家就都係8,000零蚊嘅美金嘅收益啦，帳面上面。咁啊，整體啦，咁啊，暫時有20% 嘅升幅嘅，咁啊，係，咁大家如果有興趣，我再拍多啲啦，咁樣，好，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咁如果有興趣就 share、like、subscribe，咁啊，歡迎支持下我 Teddy 啊，一個懶熊啊，係啊，咁啊 Love and Learning，咁啊，歡迎支持下啦，咁我多啲動力去拍多啲片，俾大家分析下。呢個暫時市場走勢啦，係啊，咁我目前都有關注下呢個 Solana 嘅 market 嘅，咁啊係啦，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聽下，咁啊我再拍啦，好，多謝大家收睇。